为着要落实基础建议，内政部大力咧推动去社会主体甲包租代管，抑个每年租金的补贴要扩大到75万户等等。国土所有强调会加强查缉诈领的状况。因内政部处长董建宏是表示，会拍拼来推动品质好、成本阁无遐悬的社会主体，希望由政府带头来压制厝价。高厝价造成居住正义落实困难，内政部举办社厝家庭支持政策检讨会。内政部处长董建宏表示，去社会主体会立即小租赁的概念，带动周边居住品质的发展。各发声伫保证起的品质的同时，爱降低起的成本，希望起带头作用，让厝价有机会会较落。我们都有一个定锚的效应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你要住好的房子，不一定要那么麻烦、那么贵。那么我们的新建成本也有一定的状况，可以供大家参考。内政部100万社厝家庭支持计划目标8年内直接起25万户社体，不过社体土地提着一直是一个难题，尤其是都会区寸土寸金。民团建议参考南韩模式，要求业者将部分用这奖励提出来起社体。我们在都市土地开发的时候，我们政府给你特别的容积的增加，我就要求你应该在其中有一定比例要作为社会住宅。明年开始，政府会扩大租金补贴到75万户，等到社体陆续落成，会个调整补贴户数。不过，租金补贴上路2年，也传出有厝主抢起厝税的现象。国土司强调，统计数字资料分析无造成租金普遍起的现象，要加强查缉，不是领补助的情形。150位有诈，多笔租金补贴进同一个账户，或者是这个中间的姓名有重叠，身份证字号也重叠。租金补贴它有其必要性，但是它其实说，如果是造成这个房价上涨的原因，或是租金上涨的原因，我觉得，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很大的因果关系。内政部表示，已经为修正契约规定，厝主免限制厝卡申请补贴，修正税厝电费计收标准这方面，若厝卡拄到相关的纠纷，应找找法律辅助基金会协助保障税厝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